额娘真是高兴得太早，以为皇帝能懂克制，更加沉稳有度。谁知皇帝先是用假象稳住额娘，意在大张旗鼓废除三法。皇娘息怒，皇娘可否听听儿子说一说理由？你有什么理由？说吧。这次儿子下去巡视灾情，灾区的悲惨景象，真是触目惊心，令儿子寝食难安。朝廷为救灾，现在已经闹得国库空虚，可那些享受着三法特权的满蒙王公大臣们，个个富得冒油。皇娘，现在民间对三法已经到了怨声载道的地步。如果长此以往下去，这些王公大臣们的权势财富将凌驾于皇室朝廷之上。若真的是这样，那天下将会不安，朝廷将会不保啊！皇帝，额娘说过，额娘往后一定会支持皇帝逐步废除三法的。但是皇帝选择的时机非常不对。说轻点儿，皇帝是在自捅马蜂窝；说重点儿，皇帝你在自掘坟墓。儿子绝不是自掘坟墓，儿子是想杀出重围，痛击恶人。皇帝不可以视议政大臣为恶人。额娘说过很多次，皇帝与他们是一家人，一家人有什么事情要好好商量。所以儿子再跟他们商量，儿子要他们让出一些东西还给大清。他们现在吃得太多，撑得太肥，而且他们还不满足，贪得无厌。皇娘，儿子没有办法，儿子没有退路，儿子只能这么做，哪怕是背水一战，也必须这么做。皇帝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一个董小宛，皇帝已经让朝廷和皇宫鸡犬不宁，闹成一锅粥，如今又要不管不顾，掀起另外一场风波。皇上不要同姑姑吵啊！皇娘，儿子只是想说说自己的想法，没能控制住情绪。儿子向皇娘道歉。如果皇娘不想再听到儿子再自称儿臣，便让儿子去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吧。儿子要去上朝了，儿子恳请皇娘理解儿子，相信儿子。皇娘，儿子走了。简亲王季度所拿内阁大学士议政大臣洪承畴一事，经朕着人查明，洪承畴救下2个逃奴，
见呢？皇上若认为臣对家奴过于严厉，往后臣可以予以注意。但是臣认为这件事的重中之重，是朝中大员洪承畴私自窝藏陶奴。窝藏陶奴与陶奴同是死罪，这是大清律法白纸黑字写明的。皇上御批臣的奏折，竟然说洪承畴无罪，这让臣无法理解。臣再次恭请圣上，按大清律法治洪承畴的罪。提督，你先要替朕做主，好像不是一个臣子在自己的主子面前应该说的话吧？皇上，臣以为简亲王依律行事，不应受到皇上的指责。简亲王身为议政大臣，维护朝纲律法，这是他分内的事。简亲王并无过错呀。那就是朕错了。臣不敢。不过，皇上对洪承畴一向颇为赏识器重，难免有偏袒维护之意，臣深为理解。因此，议政会议议过之后，觉得不一定非杀洪承畴不可呀。皇上，犬子死板，太拘泥于法理，因此才有不顾忌讳捉拿洪承畴之举，更有将洪承畴一律处死之论。但在老臣看来，洪承畴曾为大清立有巨功，老臣建议将洪承畴革去一切职务，罢官告老还乡，永不启用。敖大人，朕问你，你觉得应该如何处置洪承畴啊？皇上，微臣以为此事洪承畴难逃其罪。如果洪承畴无罪，那就是大清的三法有错。难道说三法该废了？对，今天朕就要告诉你们，我大清的圈地、头冲、陶仁三法，就是应该废掉。废三法，这怎么得了？诸位爱卿，议政大臣洪承畴，他对三法的弊端深有体悟，因此他上了折子。刘光才，奴才在。宣读折子。皇上，洪承畴乃戴罪之身，犯罪之人竟敢上折，污蔑非议我堂堂的大清律法，真是闻所未闻的。皇上，皇上，这确实是大大的不妥呀！皇上，臣以为……好了，诸位爱卿，洪承畴到底是不是非议我大清的律法？听完了之后，咱们再议。刘光才，念。洪承畴贵奏：我大清的圈地、头冲、陶仁三法，已严重阻碍我大清。苏娜，太和殿那边应该已经闹翻天了。今日皇上和姑姑吵得真是吓人呐！皇上要对议政会议迎头痛击，宣布洪大人无罪，这势必会在朝中掀起惊涛骇浪。姑姑，您打算怎么办呢？皇帝铁了心要这样做，如今只能看形势走着瞧。废除三法，让皇帝先听听大臣的声音，看看阻力有多大。皇帝兴许能够冷静，能够更清醒。姑姑，那您打算出面帮助皇上吗？皇帝和议政大臣斗上了，哀家要做的是如何避免最为凶险的局面出现。万岁爷，洪大人的奏折已宣读完毕。好，朕认为洪承畴的奏折写得甚好，事实清楚，辩理明晰，言辞沉痛犀利，深刻剖析了三法对于我大清造成的危害，因此
大家可以议议洪哲提出的废除三法之奏议。皇上，这件事不可以。废除三法会造成朝廷和天下大乱。皇上想要维护洪承畴之心，老臣十分理解。老臣奏请皇上对洪承畴做出最宽大的处理。朝廷继续任用洪承畴，但是需要官降3级，这是底线了。皇上，郑王爷的提议以仁至义尽，臣附议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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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臣也附议。附议，附议，你们步调一致。释放洪承畴是朕的意见，但朕并没有马上下旨，要立刻释放洪承畴啊！朕之所以这么做，那是因为还要尊重议政会议对此事审议的结果。朕很欣慰各位能够赞同对洪承畴的宽大处理，但若将洪承畴降3级任用，合适吗？皇上，臣索尼可以代替议政会议回皇上的话。议政会议绝不同意将洪承畴无罪释放。好啊，看来议政大臣已经开始集体向朕宣战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更有必要好好议大清三法的弊端。三法究竟有多少利弊？今天一定要议个清楚。皇上，洪承畴写折上奏，是反攻倒算，为了自保，请皇上明鉴。试看满朝文武，有谁上奏议论三法之弊端，更遑论废除三法？皇上，臣陈明夏有折上奏，奏请议废三法，奏请无罪开释洪大人。皇上，臣金之俊有折上奏，奏请议废三法，奏请无罪开释洪大人。皇上，臣钱谦益有折上奏，奏请议废三法，奏请无罪开释洪大人。还有谁？还有哪位臣工赞同朕的旨意，要立刻释放洪大人呢？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好啊，都起来吧！谢皇上。朕没有想到，还有这么多的臣工赞同朕、拥护朕的旨意。朕以为，朕如今真成孤家寡人了。皇上，他们都是汉人，且大多都是官位低下。索大人，汉人怎么了？汉人不是人吗？汉官不是官吗？汉官就不是你们的同僚吗？没错，你们满蒙官员的确是比他们汉人的官位要较高些，但是今日能够站在这太和殿里的官员，那都是朝廷的大员，是朝廷的栋梁之才。皇上，臣只是提醒皇上要认清这个事实。臣请皇上不要在亲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呐！满蒙大臣对皇上的忠心，岂是汉人所能比拟？请皇上明察呀！请皇上明察。皇上，臣斗胆进言，既然朝中最权威的议政会议已经做出了决议，三法断不能废，断不可议。臣再次恳请皇上收回旨意。季度，你敢让朕收回旨意？你眼中还有朕这个大清皇帝吗？六部五院的臣工们听着，你们不必管议政会议的决议，给朕大议3日，一定要好好的议出。
这废除三法的利弊。对了，还有，包括简亲王杀了20几个逃奴的事情，究竟该不该杀，也给朕好好议议。皇上，老臣恳请皇上立即收回旨意。三法是绝对不可以废呀！皇上不能在秦汉的路上走得太远了。三法是我大清根本呐。若简亲王依法惩治逃奴都有罪的话，我们满朝的满蒙王公岂不个个都是罪人了吗？皇上，这是整个议政会议的声音，皇上不可不听不理呀。好，那朕就告诉各位重臣，如果三法不废，大清必亡。啊！你看皇上，这三法绝不能废。对。刘光才，退朝。起驾！臣等恭送皇上。老太太在那儿啊，太厚实啊！对，各位大人，皇上已将此事告诉了太后娘娘。太后娘娘心口疼的病又犯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金太医来看过没有啊？太后娘娘最近犯了2次心口疼了，一定要好好的诊治啊。金太医已经来过了。金太医说，太后娘娘需要好好的休息，至少今天是不能够再激动、再操心了。苏娜姑娘，太后娘娘是知道我们议政大臣来向太后请求旨意，太后娘娘可有话，留给臣等？有。太后娘娘请各位大人明日午时来慈宁宫，有要事相谈。谈完事以后，还要留各位大人用膳。那请姑娘转禀给太后娘娘，明日上午我们几位议政大臣会准时来慈宁宫请安的。还望苏娜转告太后娘娘，安心静养。天大的事儿，有太后和议政会议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是啊。谢谢各位大人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回吧，回去再商议商议啊。议政会议的几位大臣竟在朝堂上如此强硬，这种情形，怕是连皇上也极少见到吧？可见废除三法对他们的触痛有多深，打击有多大，与朕对抗到底的决心有多高。6部5院现在正在热议此事。朕今天下午一直在听禀报，一直在看奏折，所以到现在才有时间过来看你。皇上，那皇额娘怎么样？我想这几位议政大臣一定会去皇额娘那里讨说法吧？不错，他们从太和殿出来之后，就直接去了慈宁宫，但是没有见到皇额娘。苏娜姐说，因为此事皇额娘犯了心口疼，皇额娘服了药，正在休息，不能见人。皇额娘心口疼的老毛病又犯了，天哪，这可如何是好？皇上，你怎么看起来神情还那么轻松啊？因为苏娜姐跟朕说了实话，皇额娘其实并未真的犯病，她这么做，只是想躲避议政大臣的怒气和锋芒。这件事情，皇额娘的确很生气。朕担心，如果皇额娘跟议政会议站在一起，那洪承畴的官位能否保得住？
后娘娘，娘娘深夜让臣前来，想必一定是有何要紧之事吩咐臣下。敢问娘娘是何要事啊？敖大人，这些年你对哀家一直忠心耿耿，哀家如今有件事，请你相助。娘娘，当年臣的命是太后您给救下来的，太后有什么事尽管吩咐臣下，臣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可是皇上在亲汉的路上是越走越远了。今天皇上竟然在太和殿上说三法不废，大清将亡。太后娘娘，请放宽心。奴才给皇上和德妃娘娘请安。柳二云，今天晚上朕就歇驾钟粹宫了。你让婉儿去准备沐浴之事吧。这。皇上还是别歇在小婉这儿了，这要是让皇额娘知道了，一定会不高兴。想让皇额娘高兴啊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朕歇在你这里，皇娘也不会为此生气。朕已经非常克制了，朕相信皇额娘也不会说出什么的。再说了，皇额娘已经让金太医给朕和你加上了2道铁锁，为的就是不让你怀上朕的孩子。所以现在皇额娘的心里踏实着呢。原来皇上知道小婉在服用金太医的药。朕之前不知道，后来才知道的。皇额娘她剥夺了你做母亲的权利，朕知道你现在心里一定很痛苦。不，皇上错了。小婉不能怀孩子，小婉心里并没有苦，也没有痛，因为小婉看重的是皇上的情，是小婉能与皇上在一起。小婉知道，倘若小婉怀上了孩子，会给皇上带来无穷的麻烦，所以小婉绝不想，绝不能怀上孩子。小婉，你能这么想，朕真的很高兴。没事，咱们还年轻，孩子的事情等朕解决了议政会议之后再说吧。皇上今晚要在德妃娘娘这儿歇驾，你们赶快去准备洗浴之事吧。是。董小婉马上就要服下第1颗换包的解药了。总斗主说过，只要她服下4、5颗解药，便极有可能怀上孩子。待董小婉怀上了孩子，清廷可便要炸开了锅。好啊，真是好啊！太后娘娘吉祥！各位大人，起来吧。谢太后娘娘。太后娘娘，郑王爷，请坐下说话。啊，谢太后娘娘。皇上竟然下旨，让6部5院议废3法。皇上完全无视我们议政会议的立场和意见。皇上说，洪承畴没有丝毫过错。甚至训斥依律办事的简亲王，说简亲王有错。太后娘娘，这简直太乱了。咱们几位议政大臣是忧心如焚呐。各位大人，哀家知道以后也很吃惊。哀家也是忧心如焚，一直都在想，
如何解决眼前混乱而又危险的局面。各位大人可以放心，今日我们谈好的事情，哀家定会说服监督皇帝。太后娘娘，皇上在有些事上实在是走得太远了。只有太后娘娘和议政会议同心协力，这样才能让皇上回到正道上来。小婉，朕今日这幅字写得如何？老实说，皇上今日的字不如平日里写的。哦，为何呀？气不够定。皇上今日写这幅字时，心中另有波涛翻滚，因此不能全神贯注。小婉，还是你了解朕。朕现在这心里啊，的确是波涛难平。如今几位议政大臣正在慈宁宫同皇额娘谈话，谈话的内容直接会影响到洪承畴的命运。是啊，皇额娘昨日没有见皇上，今日又召了几位议政大臣去慈宁宫议事。显然，皇额娘是想与议政会议先谈出什么结果，然后再告诉皇上。小婉，这次谈话可谓是分量极重。皇额娘与议政大臣在洪承畴和废除三法之事上最后达成的协议，朕怕是很难推翻的。皇上，倘若皇额娘同议政大臣达成的协议是皇上难以接受的，皇上一定要冷静，千万不要因为这件事和皇额娘彻底闹拧闹翻呢。朕知道，但愿他们的协议不要超过朕的底线。皇上，这时辰不早了，皇上该去御书房处理朝政了。小婉，朕好久都没和你在一起了，朕还是喝杯茶，跟你说会儿话再走。皇上，茶凉了，小婉让扣扣换杯茶，皇上再喝。各位大人，咱们就先说洪承畴的事吧。郑王爷，哀家想问你一句：若你的儿子下令将陶奴通通杀掉的时候，你碰巧在场，你会不会同意他的做法？你会不会阻止他下这道杀令呢？
老实说，如果洪承畴将他们两个赶出去，让简亲王杀掉的话，哀家才会真瞧不起他。太后娘娘这么一说呀，臣心里就更加服气了。不错，洪承畴只是救下了2个羊羔氏的可怜人，而且这些逃奴又不是要反我大清，他们不过是求口饭吃，求条命活。他们是实在活不下去了，才冒着杀头的危险逃跑。皇上为何如此愤怒？臣现在想明白了，就是因为简亲王下令杀了那20几个逃奴所造成的。敖大人，我看你是老糊涂了。太后娘娘，臣要斗胆问问，太后娘娘是否跟皇上意见一致，认为洪承畴无罪，甚至该予以表彰？议政会议恐怕是难与太后娘娘达成一致意见。如是，我大清的律法便是形同虚设。简亲王，你放肆！你竟敢同太后娘娘这样说话，你真是大不敬！鳌拜，激动！敖大人，坐下。2位大人有话好好说，坐下来说吧。就是坐下。坐下吧，大人，坐下吧。简亲王身为议政大臣，事关朝廷的大计，该说的话应该让他说。您不该扣大不敬的帽子呀。索大人说得对，太后娘娘一再教导臣等要秉公直言，这是在尽忠啊，哪来的什么不敬？臣请太后娘娘明鉴。太后娘娘，臣附议。臣附议。简亲王秉公直言，哀家不会责怪他。如今咱们是一家人，关起门来说话，那哀家就将想法直说了吧。哀家并不认为洪承畴该不受任何惩罚，立即释放。洪承畴无罪，但有过。他的过是对皇帝的某些影响，是皇帝对他的过分信任。议政会议想拿这件事做文章，原因也应该就在此吧。太后娘娘圣明，太后娘娘圣明啊！洪承畴有若干官职头衔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便是议政大臣一职，而且他也是汉臣中唯一一个议政大臣。如今朝廷内部关于满汉关系的议题很多，你们一坐在一起议政，洪承畴就会成为你们的眼中钉。好，哀家就替你们将这颗钉子拔出来。我们去掉洪承畴议政大臣一职，大家意见如何呀？太后娘娘圣明，太后娘娘如此处置，再好不过。臣谨遵太后娘娘懿旨。太后娘娘，臣以为仅去掉洪承畴的议政大臣位，未免太宽容洪承畴了。这不足以显示大清律法的神圣威严。臣建议至少再去掉洪承畴的大学士之位，同时官降一级。太后娘娘，仅仅去掉洪承畴议政大臣之位，是否惩处的过轻了一点儿？臣赞同简亲王的提议。若太后娘娘不同意降洪承畴的官级，那就去掉洪承畴大学士之位吧。不，哀家是绝对不会同意去掉他大学士之位的，皇帝也绝对不会同意。哀家为何如此坚决？因为洪承畴是个真正的大学士。咱们在座的有谁能同他比学问学识？我大清要统治这么多的汉人，
没有能人行吗？洪承畴这个人才，不可以被埋没。有了汉人帮衬，我们大清才能昌盛繁荣，万世长存。太后娘娘圣明，臣谨遵太后娘娘懿旨。姐姐的字啊，写的是越来越漂亮了。启禀娘娘，兰贵妃娘娘来了。果真妹妹来了。董姐姐，果真妹妹。哎，姐姐原来在练字呀。是啊，姐姐真是好学不倦。这后宫的嫔妃中，就属姐姐的字写得最好了。而且姐姐的琴棋书画，也是样样都很出色。妹妹，你要再夸姐姐，姐姐便无地自容了。